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波斯，聊聊中东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制的第124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24天，同时也是穆吉塔巴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124天。双方特朗普和伊朗就在多哈的谈判又是各执一词，特朗普甚至派出了他的这个特使维特科夫，还有女婿库什纳，已经赶到了多哈。而卡塔尔这边说6月30号没有安排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会晤。那伊朗方面也否认，我们去卡塔尔是有别的事情，不是跟美国人谈判。那巧了，对不对？双方都跑到卡塔尔的多，但是又不谈判，实际上就说明双方就郎有情妾有意，都知道要谈，但是又不想让外界感觉好像自己没面子。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不同的信息。特朗普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如期推进，这样稳定油价，安抚市场，稳定资本市场的预期。所以油价一直在往下降，稳中有降，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的升级的担忧。这一切都是特朗普自找的。特朗普叫谋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义，也就是说他对伊朗这个态度不是很坚决，导致盟友那就只能观望，你到时候拍拍屁股跑了，我们在这儿也搬不了家，是吧？所以说你特朗普只能说一肩到底，负责任到底，这王爷国才敢。现在王爷国里面这个就是阿联酋已经被撂那儿了，而伊朗刻意保持谨慎，不愿意给外界留下在美国的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伊朗不管怎么说，他要保持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给伊朗国内的盘盘们要创造一种这种很牛，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而不是说你美国一威胁我就去。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的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的本身。那这里面又多了一个变量，什么变量？就是阿曼现在也起了心思想收费，当然他收的是服务费。这个是《纽约时报》报道说，尽管美国公开反对，但伊朗与其邻国阿曼仍在推进一项收取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费的计划。这个根据美国媒体报道，阿曼正推动以服务费替代通行费的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方案，由阿曼负责收费，与伊朗分享收入。你说对吧？大家都见财起意，都想在那儿拦路收费。这个卡塔尔外交部证实，美国特使库什纳和维特科夫正在多哈与卡塔尔方调解人会谈，但明确排除美国伊朗直接谈判。卡方强调，这个是卡塔尔强调说，伊朗被冻结的60亿美元仍按照2023年人道协议管控，未向伊朗转移分毫，也就是伊朗到现在还没拿到1分钱。那言下之意是也快了，要不然卡塔尔他不会说这事，就承认是吧，有60亿这个事儿。但是现在伊朗是1毛钱没拿到，这个钱要按照2023年人道协议管控，那很有可能肯定要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具体情况还得再观察卡塔尔正与阿曼等国美日协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并呼吁优先停战，恢复地区稳定。当然了，有伊朗人半推半就，让特朗普很没面子，所以特朗普继续威胁，老一套又来了。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听取了有关伊朗战争选项的简报，但特朗普目前仍然坚持就伊朗问题进行外交谈判。特朗普最近与豪克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了多次会谈，讨论放弃谈判并恢复全面打击。一些官员称之为完成任务。特朗普有所保留，告诉助手们再来一轮可能会破坏外交，并让美国失去拆除伊朗核计划的机会。他不介意让谈判超过8月18日的截止日期，以给他们更多时间。什么意思？放这个风无非就是给伊朗施压，别看我现在跟你谈判，随时还有可能要揍你，我这手下这么多人要动手揍你，我懒着，就这意思。而且美国副总统万斯他也透露，在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万斯说特朗普总统愿意下令轰炸，说但前提是此举能服务于特定目标。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谈判不行，那就轰炸。
万斯还说，这虽是重要的历史时刻，但走向完全取决于伊朗如何回应美国施加的压力。他坦言自己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外界不要轻信任何一方放出的结束了的或特朗普眨眼了的之类的说法，也就是特朗普逃跑了，美国怂了之类的话。他强调这只是开端的结束，后面还有很多牌要打，但相信最终会达到对美国有利的局面。总之短期内肯定没有大战，小战肯定是有的，这个周末也得擦枪走火搞两下。我们看看伊朗内部，现在问题反而在伊朗内部。根据央视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他表示，他说任何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同时佩泽西奇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那意思就是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你要不尊重我，咱这子弹可不眨眼，咱这个卫队可不是吃素的，就这意思。佩泽西奇再次强调，他说伊朗美国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这说的是伊朗内部，这政治派别吗？敌对媒体吗？这是佩泽西奇在电视台说的。他说国内有一些小集团、小团体，还有配合敌对媒体试图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咱们最近一直在介绍伊朗国内强硬派，那是炮口对准了佩泽西奇的。那佩泽西奇立马反击，这就是矛盾公开化，斗争公开化。佩泽西奇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你看，穆吉塔巴说了，我原则是不同意的，那都是因为佩泽西奇逼宫，我没办法，他向我承诺会维护伊朗的权益，维护伊朗的利益，所以我才被迫答应的。你看这个佩泽西奇怎么说？佩泽西奇回应这些强硬派他说这个备忘录是在美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也就是说总体政策框架什么意思就在老哈梅内伊定下的这个规则之内，在先皇是吧，先主哈梅内伊定的原则之内。这第二个，与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保持充分沟通协调，也就是这每个字都是请示过穆吉塔巴的现任领袖，并且还获得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也就你看他把锅甩得干干净净，这佩泽西奇把锅也甩得干干净净。第一个，咱们这谅解备忘录是在老哈梅内伊的指导原则之下，老哈梅内伊都已经走了，都已经到成仙了，你问谁去？总之反正佩泽西奇说了，这个是符合老哈梅内伊的指示的精神的。第二个，每一个字都征求了现任领袖穆吉塔巴的同意，都沟通过，最主要的还获得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所以才签的，不是我逼的。你看这就甩锅，说明随着美国的压力减小，伊朗内部开始分裂。伊朗的强硬派在伊朗的这个叫法尔斯通讯社发了一篇文章，6月28号的。他的文章怎么写的？叫别无选择，必须造原子弹。这你说这个公然跟佩泽西奇唱反调。佩泽西奇说了，伊朗是按照老皇帝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指示不搞原子弹的。结果你看这个强硬派写了一篇文章叫别无选择，必须造原子弹。文章将伊朗当前处境与1970年代的某大国发展核武器后与美国谈判相类比，认为核威慑能控制冲突升级范围。作者表示，在当前向新世界秩序过渡期间，伊朗必须获得核威慑，就是核平衡，以消除美国或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和瓜分伊朗的选项，从而从正确立场的进行谈判，实现所需的和平与平静。目前，伊朗已与美国达成初步谅解备忘录，承诺不生产核武器并允许核查，但该文引发外界对谈判稳定性的担忧。这就是伊朗强硬派专门出版发表伊朗最高领袖
讲话的一个杂志叫《伊朗之声》，这是伊朗的喉舌中的喉舌，这个叫伊朗之声的，它是代表哈梅内伊最高领袖办公室，它代表最高领袖发声的这么一个刊物，发表一篇社论，他这个地位就相当于那反正比胡锡进老师负责的那个《环球时报》不知高多少个层级啊。他这么说的，说全球能源安全如今与伊朗国家安全密不可分，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威慑力量的永久组成部分，是一项不可出卖、不可交易、不可忽视的地缘政治资产。文章指出，40日战争后，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平衡发生了永久性改变，伊朗绝不能放弃对该水道的积极管控。文章警告说，任何对伊朗安全威胁都将影响重要区域的航运路线。穆吉塔巴做出指示，霍尔木兹海峡那绝对是伊朗控制，不容谈判。你说特朗普怎么办？伊朗的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6月30号在与卡塔尔副首相兼国防事务国务大臣通电话时说，伊朗时刻对敌方保持警惕，一旦发生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且必要的行动与回应。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队、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而伊朗的这个议长卡列巴夫，他对媒体说，又开始吹上了。卡列巴夫表示，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已被解除。他声称，伊朗原油现在以大约高于 20% 的价格出售，收入正在存入伊朗的账户。这够能吹的，也就是他伊朗的原油溢价 20% 出售，谁买呢？你这是要出卖这个二哥啊？印度会以高出 20% 的价格去买吗？那谁以高出 20% 的价格买伊朗的油？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人吹牛，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制裁的时候，伊朗人的油是打8折、打7折往出卖，要不然人不买。别的国家不敢买，因为害怕制裁，但是有一个国家敢买，所以打7、8折卖。那现在因为美国减持制裁了，美国财政部的贝森特说，伊朗的油已经完全解除制裁，可以自由卖。那人家想着恢复到原价，卡列巴夫把它解释成我们高出 20% 的价格出售，本来就卖100块钱一桶，他打8折是卖80，你不便宜给谁买？80万出卖，现在恢复正常了，他又卖100了。他说我以高出 20% 的价格出售。这个卡列巴夫他自己还透露，他说从封锁真正解除那天算起，到目前我们已经出口了超过4000万桶原油，也就是30多亿美金了，到手了，小30个亿吧。他说，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最近10来天里，但在之前的50、60天里，我们确实一桶都没有卖出去，整个精力都被那件事拖住了。实际上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卡列巴夫还要为他谅解备忘录要辩护。你看，因为签了谅解备忘录，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卖了4000万桶的原油了，30亿美金到账了。如果不签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你接下来一桶油都卖不出去，不就这意思吗？这个所以正是咱们分析的，美国和伊朗人家都清楚得很，都互相画大饼，完了实际利益就是一个希望把油赶紧卖出去，赶紧回来卖油回血，这是伊朗。对特朗普来说呢，那赶紧是降通胀。你看，所以我说特朗普从中期选举看他赢了，现在原油的价格已经降到战争之前了，比战争之前还便宜，而且只要霍尔木兹海峡不出大的状况，它的油价还要降，干嘛要降到50美元一桶？你看伊朗才多少天？伊朗才10天就卖出4000万桶，可是一天是400万桶。那你想想俄罗斯他能不多卖吗？现在就玩命的往出卖，对不对？人家卖你不卖，你不傻吗？都要美元，都要钱回来，外汇回来，一个要打仗，一个要重建，要过日子，要发工资。那你卖的越多就越便宜，大家互相砸盘，这就是囚徒困境。那中东那些王爷国更不用说，玩命的在往出卖，人家还抢出口。这4个月出口少了，要补回来，所以油价还要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从控制油价、降通胀这块来说，他是赢了的，目的达到了。只要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不要出大问题，小打小闹可以，互相锤2下，问题还不大。所以特朗普又发帖子了，他很生气。昨天他说霍尔木兹海峡，他说现在油价已经降了这么多，为什么美国的老百姓加油还没有便宜？汽油零售商必须立刻降价。
当前油价已跌至每桶68美元，且持续走低，他们售价却居高不下。零售商需迅速响应，做出正确选择，为伟大的美国人民让利降价，严禁欺诈行为，这完全违法。若不照办，必将后患无穷。应将价格调整至每加仑2.5美元左右。这个玩意儿的降的就很低了，是不是？比战前要低得多，是吧？2.5美元嘛。加利福尼亚也应该停止征收高额汽油税，照此下去，税费马上就超过商品本身。美国人民绝不答应，加州民众更无法忍受，他们正遭受荒唐税收和政府不公的虐待。咱们实话实说，就这件事情上面。特朗普表现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好总统的一个样子，是吧？那为美国老百姓这个汽油也是操碎了心啊！天天看着这个油价，怎么还没降到2.5美元？不行，给那个石油巨头施压，你这奸商！那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开始回血了。自从美国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每周要向外释放它的战略储备900万桶，每天释放，要不然油价控制不住。但是上周只释放了550万桶，也就是少释放了，对吧？后面开始回血了吗？开始补充它的战略储备。沙特8月销往亚洲的原油每桶降价8美元，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海湾国家，那是玩命的往出卖油。所以说，伊朗还说它涨价，你真能开玩笑？你涨价谁要你的？现在都是降价卖油，现在是囚徒困境，看谁卖得快。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伊朗人也知道，特朗普是为了他的中期选举搞着这个阴谋诡计，那伊朗人也不可能坐以待毙，所以他肯定这中间要搞事，要达成他的目的。那第一个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但是美国也不能开这口子，一旦这口子一开，全球都乱套了，好多地方都要照此办理，都要收过路费。所以法国马克龙立马跳出来说要跟阿曼一起排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面的水雷，但是伊朗人一听说马上就火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独自进行。路透社报道，加里巴巴迪星期一在 X 平台发文说，根据德黑兰和华盛顿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工作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我布的雷我自己负责来擦，你们谁也没权利。纽约时报称，加里巴巴迪此番表态罕见地承认了伊朗曾在海峡布雷，且显然是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讲话的回应。马克龙星期一在巴黎会见阿曼苏丹叫海塞姆后说，法国将与阿曼及其他国家合作清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加里巴巴迪说，当前局势敏感且复杂，且强烈奉劝法国不要采取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你说这个让伊朗人去排雷，伊朗人说我要时间，我要1个月，还不一定排得掉。法国人说我来帮忙，我来排，这个伊朗人马上就火了，认为法国这是挑衅。你说这不就是一副挨揍没够的样子吗？实际上，波斯湾的战争的阴云仅仅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可能会叫暂时稳定一会儿，但不代表战事结束，反而我认为一场大战正在聚集啊。首先你要看美国和以色列虽然在扯皮，在闹不愉快，但是他们并没有闲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白手套，那是一个一个的在绞杀，这个伊朗还说不出什么话来。你比如说，首先对黎巴嫩真主党，美国人出钱给黎巴嫩政府，出多少咱不知道，出钱由黎巴嫩政府去剿灭黎巴嫩真主党，解散黎巴嫩真主党，要黎巴嫩真主党放下武器。那以色列人监督，你看把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变成黎巴嫩国内的人家内部矛盾，内政。而内政你伊朗也不好干涉，你伊朗干涉，现在海湾国家那都不可能支持伊朗，在这一块同情伊朗，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支持伊朗去干涉别国内政，这是第一个。所以黎巴嫩真主党这块很有可能这个朗子帮不上什么忙，真主党也可能被伊朗人出卖了，没招。那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看看哈马斯又跳出来了。哈马斯6月30日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当天上午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加沙停火斡旋方会面，以最终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声明说，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总之，这个加沙也要停火，哈马斯现在跑去告状去了，要停火。一旦停火是吧，
那是要求哈马斯放下武器的，解除武装。这是哈马斯。那剩下一个就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现在伊拉克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伊拉克那个新总理就在前2天夜里出动军队，抓了30-40个叫腐败官员，而这些腐败官员大部分都是亲伊朗的。近日，伊拉克开始大肆抓捕一批亲伊朗的官员和议会议员，声称打击贪污腐败。在美伊冲突中伊拉克的叫亲伊朗什叶派民兵表现得极其嚣张，他们不但公开支持伊朗，还跨境前往伊朗帮助伊朗革命卫队执勤。他们还帮助伊朗击落了美国的加油机，造成6名机组人员死亡。这个账不算是吧？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往美军基地发射火箭弹和无人机，这彻底激怒美国。所以说伊拉克的新总理上来就这么大的动作，那实际上是美国在和施压呀。好，现在伊拉克政府要求支持伊朗的民兵组织必须在9月30日前解除武装，也就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不好意思了，你们的最后截止日就是9月30号解除武装。你看，如果达到了，伊朗在境外的又一个爪牙，又一个白手套没了，那现在就剩下胡塞武装了。所以你看，虽然美国和以色列好像为美伊停火协议闹得不愉快，但是他们并没有闲着。如果事实上已经把伊朗的这些白手套什么抵抗之虎给摧毁了，那你协议里面写不写无所谓，它都已经没了，你写不是多此一举吗？所以你看，现在正在下手剿灭伊朗人精心培植的他的代理人武装和白手套。最主要的是，这个6月29号，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他已被列入死亡名单，也就是以色列人给穆杰塔巴判了死刑。这以色列人说到做到的，人家小扑克牌上面一个一个的来。你看，就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在以色列搞的恐怖袭击，到目前为止，恐怕所有的人参与的人都已经被正法。如果还有漏网之鱼，顶多1-2个，人家就打了3年4年，都一定要把它消灭掉。所以你要上了他那个死亡名单，10有8九是跑不了的。现在穆杰塔巴已经上了以色列人的死亡名单。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形容伊朗人是精明的商人，试图在谈判中获取美国的让步，而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也就是说，伊朗人这一套对付特朗普说不定管用，他的谈判方式毛拉政权，这种关键的时候跪下，起来之后就开始扯皮，就这一套对特朗普说不定好用，但是对以色列人那可不好用。以色列人不吃这一套，就这意思。实际上特朗普也在准备，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中期选举结束那很有可能就要大打特打。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2020年6月30号，美国海军全10号两栖攻击舰、波特兰号两栖运输舰正在印度洋航行。什么意思？马上恐怕就要按照计划前往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现在正在做适应性训练，去执行什么任务？在美国有一个华裔教师叫江学勤，这个人挺出名的，出名在什么？就他预言了美国和以色列要打击伊朗。那预言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那这不都好多人都说了吗？自媒体对不对？这我是在2月28号之前天天做节目，我记得我从1月份开始做节目，天天就说要开战。那时候好多人说特朗普就是怂，特朗普就是嘴炮，根本不敢打。结果2月28号是吧，把哈梅内伊给送走了。今天说这个江学勤什么意思呢？根据媒体报道说，这个江学勤再次预测说，特朗普最早12月派地面部队入侵伊朗。他说，美国目前处于观望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还是会派地面部队入侵伊朗，最早在今年12月，最迟则是明年3月。江学勤表示，尽管美伊有谅解备忘录，但可以说这只是在争取时间，因为现在伊朗的天气实在太热，所以必须等到天气凉下来才能发动地面入侵。因此我认为目前我们处于观望阶段，但最终你会看到地面部队介入。这种预测我也敢做啊！中期选举以后一定会，最后是要通过地面部队解决问题。一个是哈尔克岛，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要控制这个叫建立一个缓冲区。如果特朗普胆子再大一点，那可能要派地面部队突击到什么伊斯法罕，就那几个被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直扑那儿。但实际上只要把哈尔克岛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一控制住，那毛拉政权就没得玩了。
永远跟核武器说拜拜，这才是彻底解决之道。谈判谈来谈去，你比奥巴马那个协议强不了多少，甚至可能还比不上，只有把毛拉换了才有可能。好在我们还有时间慢慢观看，咱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